呢個係中華基督徒傳道會中基堂牛頭角閱讀中心成長課，呢度係牛頭角下村。呢度係13座，我哋嘅住宅好殘舊，好殘舊㗎啦！我哋啲住宅真係好殘舊。呢個係陳國華區議員，聽到啊！陳國華區議員，佢哋開放嘅時間，星期1至5 10點至6點，星期6 10點至1點。呢個係13座。佢哋啲住宅真係好宏偉㗎，不過咧佢哋啲住宅真係好簡陋咯。其實呢度咧就可以變成一個文化嘅展覽館都得。呢度係竹園區神會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，佢哋嘅開放時間上午8點半至下午5點，上午8點半至晚上9點，上午8點半至下午3點。嗰個係中贊堂，佢哋啲長者中心嚟㗎，嗰啲長者好悶嘅時候應該會落嚟敬拜神嘅。呢度係麗的海店，呢度係環保回收，呢個係金輪裝飾家私，呢個係發城，即係理髮鋪啦。佢哋啲高級住宅真係好簡陋㗎。佢哋牛頭角下村重建商戶關注組房委會講大話，多年承諾未兌現啊！即係嗰個香港政府真係好差勁嘅政府，梗係唔好啦。呢棟係12座，如果呢度香港嘅牛頭角下村變成呢8、9、10、11、12，就變咗做懷舊酒店，你話幾好唔好咧？
呢棟13、14就應該要保留變成文化藝術展覽館。4棟應該變成酒店啦，係咪？到此為止啦。